新多梅 Capital 958上車病毒，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正在依賴軍力到伊朗發動核武能力的攻擊。華盛社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也講，伊認為伊朗政權最終可能也被伊朗人民推翻，但是對於無武器言論嚟講，最實在嘅現代嘅障礙，推翻政府嘅情況可能不馬上發生。特朗普表示，已經對伊朗嘅哈爾加多所有出口樞紐上嘅所有供水目標實施了打擊。伊講，出於基本嘅啟示，以上的不摧毀多數嘅所有基礎設施。但是，假如伊朗或者任何人企圖干擾上通過可以物質係核嘅主要佢安全風險，伊將重新考慮這決定。同時，美國獻上數千萬美元定制有關伊朗現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以及其他伊朗高層官員嘅聲勢。華盛社報道，其中50名伊朗高層被列入獻上名單。伊朗革命衛隊表示，伊能跟黎巴嫩嘅盟友正主動協助，向以色列對伊上車嘅目標發射導彈。據無論嘅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講，伊朗也刺激了美國在伊拉克北部阿爾比利以及阿聯酋阿爾達夫拉嘅供水基地。俄國外交部表示，隨着定力同參與鐵橋行動嘅空軍攻擊在索曼順利降落專業機動。過去所有禮拜已經有118名新加坡居民以及家屬通過系統鐵橋航班安全返回國門。國防部長丁正新警告，假如中東戰爭走向可以物質係核被關閉，帶嚟嘅影響不止限於油價嘅波動，也波及全球供應鏈。丁正新在新加坡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嘅舉行高爾夫歡迎活動上講，一旦全球供應鏈受影響，將對從新加坡駐港以來貿易嘅受限國家產生連鎖反應。國家環境局宣布，伊門作業機器將在今年4月到10月期間擴大較多某些地區，包括烏吉班王、小印度、新區大巴油跟紅毛橋。去年版管理局嘅數據顯示，本地過去所有禮拜增加到4起每整半年，最細到我國今年直至目前嘅每整累計半年達到19起，高於去年冬季嘅3起。簡要新聞報告完了。